国内连续爆出食物中毒案件，台北有民众去北方分集点煎饺甲番麦鸡汤吃，有4个人出现吐佮闹镜头，怀疑是食物中毒。另外，王品集团下骹店面高达拢总有82个人身体无爽快。目前为一寡患者的检体有验到诺罗病毒，详细还阁爱调查。食物中毒的事件连环爆，连锁煎饺店北方分集嘛传出疑似的案例。台北市卫生局接到病院的通报，有6个人伫初7去北方分集的分店食番麦鸡汤甲煎饺，毋过有4个人伫暗时7点半甲11点食完了后，小连续出现走白甲吐等等的情形，伫半暝去互医生看，怀疑是食物中毒。茶油冷冻库层架风扇不清洁，冷冻库温度高于-18度C，墙面有剥落等缺失，已限期4月11日前改善完竣。其借复查如未改善完竣，处6万到2亿元罚锾。北投公馆店呢是在4月8号下午的时间接获卫生局的那个查核，我们还是要等待卫生局能够尽快呢找出这个原因。约160个人有用这个餐，到目前为止也还没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费者有身体感受到不适。卫生局派人去稽查，要求这间分店要限期改善环境无清气等等的情形，而且抽验灶骹员工的手、盘仔、甲lap颔等等的环境检体。若查到病原菌，同款会裁罚。也若前几工仔，同款爆出哪像食物中毒案件，王品下底的餐厅粗瓦甲香辣。到7月暗时累计有82个人伫用餐了后身体无爽快去互医生看。为部分患者的检体初步验到诺罗病毒，不过这敢是确定的原因，也要进一步确认。检验报告还没有完全出来，不过我们有做了几个检验，那目前初步的报告是诺罗病毒，像是一些食物的一个污染，都有可能会造成诺罗病毒的一个感染。是安尼疑虑还咧滚价，为边境查验的名单内底，还阁发现真出名的连锁煎鸡店陈瓜瓜为中国进口的抓鸭肉，无通过洋出的检验，而且比合格标准超过36倍。这一批子餐盒输入业者为马尔斯国际有限公司。醋酸为溶剂，蒸发残渣高达1132 ppm， 法规值为30 ppm 以下。目前去问市买相关的食品，原底用鸭肉底拢换做是用茶仔底。不过陈瓜瓜嘛回应讲，台湾陈瓜瓜食材的包装拢是伫台湾制作的，检验有合格，甲一批超标的商品无共款。也若这间公司是美国陈瓜瓜的合作进出口商，食材包装是先入来台湾，合格了后再出口。伫边境若是验到无合格，就会直接销毁退货，请消费者放心。